怎么几折脸是吗？不鼓励他，他不干了。啊，我俩到了吗？不飞呀！这两个没长大吧？不怕人。那就把那请回来。几个3个鸟？一个。不是，这不是1、2、3。那个上面那个一个。一毛这鸟就不捡。没看见这个。那个呢？那个不下来了。还有点蒸呢。这长得大裤。毛的不够费劲了，没毛不一样。大那大小。谁说的？他